让咱同心来祈祷。想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牺牲的主日，你阁亲自呼召阮来到圣殿，互阮有福分会当透过礼拜来亲近你。主，阮因为安尼献上阮心中的感谢，阮也特别恳求主即时刻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自信伫甲你交陪的中间。透过今日的礼拜，我们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主啊，阮将礼拜中间服侍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引带、保守。透过阮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今仔日阮也要召开会员和会，来竞选合你心意的同工。恳求主甲阮三甲之地，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实行成全，互阮会当竞选合你心意的同工，来服侍你、荣光你的圣名。同时也互阮明白，无论受选无受选，阮拢应该爱为你的圣工付出阮的气力。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组成新的团队，会当透过所计划推动的事工，来荣光你的圣名，也互万民领受福气。阮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上联教会，恭恭敬敬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上帝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兄弟大家平安，请咱三甲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55首，我信全能上帝，我信全能上帝。请咱起来吟全首。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现在，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感谢你赏赐予阮徛起的所在丰盛无欠缺，是一个老年甲密的迦南地。感谢你，予阮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美丽的国家。感谢你，予阮虽然拄着中国新冠肺炎的挑战，却无超过阮所袂当承受的灾难。搁较要感谢你亲自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阮正兄弟姊妹抱着诚实甲心灵来到圣殿朝见你，愿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主啊，大圣我要向你来悔改认罪，特别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伫504年前，马丁路德就提出5个真重要的精神。头一项，阮减有意爱亲近你来熏读圣经；第二，阮减拢无怨叹对你有够额的信心；第三，阮减有珍惜对你来遐白白的恩典；第四，阮减有谦卑要学习，掠基督的心做心；第五，阮减有决意要活出上帝的荣耀。诚做改革中长老教会信徒的阮，却常常无去做。求你用你无限的疼来原谅阮。阮知只有你才会当救阮脱离罪恶。愿你的光来照阮，愿你的面来看阮。伫顶礼拜，阮已经顺利选出新任的长老。今仔日，阮要阁继续改选执事，愿你保守一切的天书拢会当顺利。阮也真欢喜，阮的会友非常踊跃来参加，这代表大家对教会未来事工有真大的期待。毋过选举的目的，不只是咧提醒受选的忠职，要用诚实负责的心来治理教会。搁较重要的，有若要提醒阮所有兄弟，伫选举以后，应该用疼心、讲诚实话的态度来帮助因做伙来关心教会。因为你的心意是全教会每一个会友拢是你亲自竞选的同工。圣灵啊，这是阮也要彼此勉励，互相带导。阮的集体当中，有人身躯欠安，心神软弱；有人经济拄着困难，
有人家庭亲人关系失和，有人对你怀疑、信心软弱，真正是苦啊！愿每一个人的内心拢无同款的困难甲需要，你拢深知。求你着照你的怜悯甲旨意来成全。今仔日的礼拜中，求你的灵甲蔡牧师伫地，互会当正确传讲你的信息，通来激励阮。原在阮所想所讲拢无够完全，即时阮也要用主所亲自教示的祈祷文，齐声祈祷讲。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文第12篇，也就是诗篇46篇。启应文第12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缓缓好加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日邦缓缓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刷到伫地极，站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我伫地。赞美，今日生活队要带咱做伙来学了上帝，伊要念的是做伫主心上。
感谢圣乐队用水的歌声引带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于上帝。咱三甲来读上帝话，圣经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有一个犹太人，名叫做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伊出生伫亚历山大，是一个真有口才的人，对圣经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伊伫主所指示的道路顶面，已经受过相当的训练。而且心中火热，常常将耶稣的事正确来向人讲解。毋过，伊拄知影有约翰的洗礼。阿波罗开始伫会堂内底大胆地讲论，别基拉甲阿古拉听到，就请伊到厝里去，更较正确将上帝的道路向伊来解说。对答以后，阿波罗决定到阿盖亚去。以弗所的信徒就帮助伊写批予阿盖亚的门徒，请因接待伊。伊到伫遐，对遐个蒙受恩典、信主的人大大有帮助。伊逐摆伫公开的辩论中，真有力。来辩倒了犹太人，根据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话成做咱的祝福。信息，今日蔡牧师要传讲信息，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欢喜的工人。上帝欢喜的工人，请咱做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举行即事的选举，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即个介要紧的题目，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工人。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求你赏赐阮属天的智慧，会当真正晓悟你话语的奥秘，也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互阮真实照你的话去行，来会当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祝福。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下面这段时间，愿咱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牧师已经来到咱双连教会。已经要进入第6档的时间，伫推动各项事工顶面，确实得到真侪真好的同工的协助。所以伫推动这个事工的过程中间，我常常会感觉讲，若有好的同工来参与，会带予牧师真大的安心，互我更较有信心，会当补满阮本身的欠缺。我也常常为着这个代志咧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咱今日要竞选上帝工人，这是介要紧的事。今日同时也是宗教改革纪念日。当初是宗教改革者，就是看见当时的教会的败坏甲沉沦，所以因就想要改革宗教。咱的长老宗就是伫宗教改革的时阵所设立的一个教派，伫长老宗的信仰中间，有一项真重要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主权。所以，咱今日要举行选举，伫教会中间，选举有2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上帝神秘的竞选，就是讲咱是参与伫上帝的竞选中间。第二个要件就是，这个人爱得到众人的认可，
哦，这人爱得到，这人认可。所以咱今日要用选票来认可一寡人来投入教会事工，但是同时咱也知影，这是上帝咧拣人。所以教会选举是上帝咧拣人，毋是人咧选人。其实伫教会选举中间，大家爱有一个概念。咱虽然是用咱的选票去选，但是你要相信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成就、奇妙的作为。虽然是咱的选，但是事实上是咱参与伫上帝的竞选中间。所以圣经安尼讲，圣经讲。圣经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过迄个上上之地的果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相信，今仔日是上帝咧掌权，上帝会亲自竞选人来服侍伊，咱就毋通用世间人的眼光去看教会选举，嘛毋通将世俗所用的选举的方法。用伫教会神圣的教会中间，教会绝对毋通用所谓运作、观说，也是讲其他的方式来介入选举，期待大家当了解这款的传统，毋通互这款的代志发生，因为这就是轻视上帝的权能，是伤害教会的作为。所以，咱今仔日。大家人爱用祈祷的心来投票，求上帝亲自竞选合伊心意的人。今早起牧师期待对早起时咱所读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想，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当工应该是安怎？牧师毋是讲安尼，咱就将这个标准放伫咱要竞选的人。所以大家咧听的时候，毋通想讲牧师咧讲的人是虾米人？安尼为虾米要分享这个题目？其实牧师甲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甲大家共同勉励。咱拢爱成做即款的人，因为咱无论受选无受选，咱拢是上帝的同工，咱拢应该爱参与伫教会事工。毋是讲受选有积分的人，伊就有迄个专利来服侍，毋是安尼。伫上帝教会，每一个人拢应该爱参与上帝的事工。咱顶礼拜有讲到一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讲咱是上帝的同工，我们要考劝恁，既然已经接受上帝的恩典。恁就毋通互即个恩典空空，意思是讲参与教会事工是一种恩典，这种代志无任何代志会当禁止，所以毋是咱用选举选出这个人，就是互这个人去服侍尔，毋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拢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毋通互即款的恩典空空，就是领受恩典，就必须要回应。这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代志。所以今仔这个讲章是为着每一个人讲的，也就是为着每一个有心伫教会服侍的人所准备的。期待通过这段经文的信息，咱拢来学习，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今仔日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伊是记载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阿波罗。阿波罗是出世伫亚历山大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当时阵犹太人集中的一个学术中心之一。常常有真侪犹太学者伫这个城市中间。去讨论犹太人的圣经，就是咱今日所读的旧约圣经。所以这个城市嘛是一个希腊的城市，所以这个城市的人真自细汉就受迄个辩论的训练，所以因拢有真好的口才。说阿波罗嘛是这款的人，
伊伫即个城市中大，自然而然受到即个学术气氛的影响，成做一个对圣经有丰富知识的青年学者。圣经中间讲，伊对伫圣经也不知会，但是伊毋是简单有知识尔，伊阁有一种热诚、有火热的心，常常人讲论耶稣的代志。但是虽然是安尼，伊伫信仰顶面依然有欠缺，就是圣经中间讲，伊简单知影约翰的洗礼。有一天，阿波罗来到一个城市叫做以弗所，伊来到一个人的家庭，这对夫妇叫做阿古拉甲毕基拉，因开放因的家庭，互人来到教会，互伊家庭来到伊的家庭，叫做一个教会来聚会。所以在这个会堂中间来讲论圣经的道理。这对夫妇阿古拉甲毕基拉，听见伊的讲道了，知影这人真有热心，对圣经嘛不知的，但是伫信仰顶面有欠缺，所以就留伊伫厝里，将上帝所指示的道路，伊解说了真清楚，将耶稣的代志，更较正确来对伊讲解，来培养伊。后来，阿波罗正做初代教会一个真出名的布道家。伊决定去到阿该亚这个地区做真好的事工。咱看见着最后圣经讲，伊对着迄个所在名闻信主的人大有帮助。咱对阿波罗这个人，咱来想讲，一个上帝工人应该爱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咱若要成做上帝欢喜的工人。咱着爱心中火热。咱伫阿波罗身上看到一个受上帝重用的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伊有迄个火热、愿意奉献的心。圣经中间安尼讲，伊心中火热，常常将耶稣的代志正确来向人讲解。所以火热，若有火热的心是种服侍真重要的动力。服侍是一个持续的工作。毋是讲爱问导游一个，我做淡薄代志，我就休困一段时间，毋是安尼，就是爱有迄个火热的心。火热的心，就是将上帝的代志看做第一要紧，然后用热情去回应。亲爱兄弟姊妹，咱若要成做上帝工人，咱就爱有火热的心，互咱会当持续去维持咱服侍迄个困难。但是咱长老教会常常讲，咱批评讲咱是安那无烧无冷，这实在是真无好。咱大家若拢有迄个火热的心我相信，的确会当带来真大的影响，互真侪人得到真大的福气。第二项，咱看见着阿波罗有第二个特质，就是伊谦卑愿意接受训练。圣经中间讲，伊敢若知影有约翰的洗礼，这个意思就是讲，伊虽然有真丰富的信仰知识，有真好的口才，但是伊伫信仰的人脉有一寡欠缺。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意思是伊明白行洗礼约翰所传的悔改的洗礼甲审判的信息。虽然伊嘛认捌耶稣，但是对伫耶稣十字架顶的疼，伊也未完全明白。所以，当伊伫以弗所放胆来讲道了，阿古拉甲毕基拉这对夫妇听见伊的讲道，知影伊伫信仰顶面有这款的欠缺，就来接待，将上帝所指示的道路向伊解说。也就是这对夫妇伫信仰顶面帮助伊更较明白真理，培育造就了阿波罗。所以这点真重要。咱要做一个上帝工人，咱就爱依然谦卑学习。其实牧师最近拢咧准备有邀请一寡同工，做伙甲牧师准备一寡训练的教材。咱要针对新任的这个同工来做一寡训练，互大家对服侍
透过正确的认捌教会的制度，甲教会的信仰基本精神，互大家通做更较好的服侍。其实伫这点顶面，我有一个真深刻的体验。咱若无愿意去接受培育训练，对信仰的栽培真欠缺，会失去真侪服侍的机会。我伫大学咧读册的时阵我记1年级的时阵，我有一堂英文课我记了真清楚，因为课本顶面有一段摕到一个词叫做马其顿的呼召伫课堂顶面老师讲伊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知影即个马其顿的呼召是即个比如是来自圣经啦伊讲只有基督徒看到知影即句话意思所以就爱讲恁中间有人是伫教会出入的，是基督徒来解说啥物是马其顿的呼召顺续会当介绍一下保罗即个使徒。我迄阵是当咧无道啦对信仰的知识非常欠缺但是较惨的就是因为我迄阵拢挂一条迄个十字架的破链大家拢知影我基督徒所以大家拢看对我来迄个时阵我徛起来因为我耶稣小可捌啦保罗就无啥熟徛起来安尼提提嘟嘟随便介绍一下后来我实在是真后悔。如果迄个时阵我对圣经有较了解淡薄有遐尼好的机会，老师互我迄段时间，会当对阮的同学去分享咱的信仰，结果我竟然袂晓，无把握迄个机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着爱真认真伫意伫咱的信仰。如果咱若对咱的信仰有清楚的了解，咱才会当将即款的信仰对甲别人分享。所以培育训练，咱教会有真侪培育的课程，请大家一定爱参与。互咱有即个机会的时阵，咱就有能力去甲别人分享。最后一项，伫这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当阿古拉甲毕基拉，伊伫信仰的道路，互阿波罗指点了后，阿波罗伊就决定去阿盖亚这个所在，所以以弗所的信徒都帮助伊来推荐、写批予阿盖亚的门徒，请因接待伊。伊到遐就做真好的事工，互名闻信主的人有大有帮助。伊几若遍公开的辩论中间，有力去辩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咱来看。这就是培育带来的改变。伊起初你会当将耶稣的代志人解说，但是了后，伊得当引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就是咱所听候迄个救世主，迄个基督。所以伫遮咱嘛爱注意一点，这就是伊接受培育了后，愿意将所学的奉献出来，甘心去服侍，去实行出来。伊运用伊的材料来见证，这也是咱应该爱学习的。所以今日牧师甲大家分享3项：一个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就是爱心中火热，爱谦卑学习，然后爱甘心服侍。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加做这款的人，互上帝来使用，这带来真侪真大的快乐，加做真侪人的祝福。咱等下要竞选教会职事，无论你有受选无受选，咱拢爱替教会祈祷，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阿波罗伊性命的改变，伊的所做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工人？阮求主教阮三级之地，互阮所思想的、所实践的，拢是合你的心意，也兴起你的工人伫教会中间为你做工，来荣光你的性命，
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的勉励，咱三甲来唱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06首，A 调，我的性命献予你，我的性命献予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继续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听，咱只是来奉献。
做伙来祈祷。万项物拢是主赏赐，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互阮家亲应拢到家阁有剩。求你互阮知影，着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听，做伙有份宣扬上帝国的福音。台湾献金钱、能力甲性命，做你圣工的路用，相时完整人也决志，要成做你所欢喜的工人。愿你垂肯，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得救的性命的求。阿门。请坐，我要来报告，简单的报告。本周的特别事工，儿童主日学会伫后礼拜10月7日就恢复实体礼拜，儿童的诗班嘛是同款。第二项毋甘的事，集体关怀的部分，本会会友是立兄弟，甲施信芳姊妹的妈妈，碧合姊妹。伫10月2日，安孝主怀已经伫昨10月30日，伫台南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其他的消息，请咱大家来注意。请朱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马雄峰先生，马先生，唔知第几位？好，这老家好，这里7楼啦哈，9楼，还有江美辉，我是讲第2楼卡哈，咱拍鼓来欢迎伊哈。教会将因的家乡伫咱的中间，咱等下就要来调开所以即马牧师要请你经报道吼，亲像伊摕这名牌，请你坐伫原位啊吼。为报道，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蜜岛社温强受车肯。咱请工作人员哈，各种。